美国宣布讲，入境的旅客即马开始伫机场安检的时，毋免阁脱鞋啊。这是就医事件甲鞋啊炸弹案了后开始推动的规定，也毋过脱鞋啊一直互人批评讲是真无方便。 入境美国经过机场安检门的时，旅客无过需要脱鞋检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这项无受欢迎的措施，就为即马开始废除。有旅客讲，这对因规家伙仔来讲是一项好消息，因为等待出来行动不便的时段，脱鞋检查了后，搁穿鞋，可能需要搁较侪的协助，也用较长的时间。不过国土安全部也讲，若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时，旅客也可能会向要求脱鞋，而且其他规定像脱皮带、外套，各种 笔电也是液体、银胶加喷雾类的用品，为随身的行李中提出的检查，一项也袂减。 I'm excited about the fact that we have the big, beautiful bill that has been signed and put into law. That'll give us resources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invest in new technologies. That gave us the opportunity to focus on exit lanes. 事实上，美国为2006年实施脱鞋检查，伫这项措施开始进前，也就是2001年发生911恐怖攻击事件的几个月了后，自称盖达组织成员的鞋炸大客，伫为巴黎飞去迈阿密的航班顶，想要引爆藏伫登山鞋内底大约10盎司、283.5公克的土制炸弹。好佳在互起组人员参其他乘客制服。 飞行机是紧急降落，无发生危险的代志。也毋过，自从这个事件发生了后，美国的航空安检流程也愈来愈严格，包括实施面部辨识甲出示符合 Real ID 提悬身份识别标准的证明文件。免脱鞋安检措施才宣布，就受到美国航空协会的大力支持。伫这宣布进前，美国的部分机场都已经实施啊。目前的无线查核配套方案也犹原存在。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